喎，咩頭嚟嘅？冇益嘅，試下個湯啊！老少皆宜，黨參黃芪啊，真係好，唔識搭配啊，翻鬼佬啊！我哋廣東人嚟啊嘛，唉，孤班嘢啊，孤排啊，冇嚟精神，冇氣冇力，白髮又多啊，整翻個黃芪黨參正藍棗啊，冇啊用黑棗啦，黑棗落3兩啊，黑棗同埋正藍棗差得遠啊，補氣啊，放啲麥冬啊，中和黃芪黨參啊，唔怕咁燥啊，小朋友飲得啊，出邊嘅淨係咩頭嚟嘅？教人哋煲湯煎魚喎，睇過我視頻啊，知道煲湯呢啲魚係唔使煎嘅，煎過係得個白色嘅啫，奶白色好睇啲嘅啫，冇益嘅，咩蛋白質流失，咁好地地一條魚新鮮啊要煎噶嘛，如果咁做啊腥嘅，你喺評論區嗰度錫我，滾水啊，抌咩嘢落去？黨參、北芪啊，麥冬、正藍棗，補佢。材料煲咗佢半個鐘啊，落魚，睇啦，重點嚟啊！滾水放魚，拉框油，吸蓋，煲多佢30分鐘到40分鐘，飲得咁樣啲湯啊，清甜又唔怕熱氣，老少皆宜。